Hello， 姐姐你好嘛？好，你叫咩名？呢個 Marlina，你幾多歲啊？ 35歲，你結咗婚未啊？結咗婚，有一個小朋友？幾係多歲啊？ 6歲，好啊，男仔定女仔啊？男仔，好。你喺香港做咗4年，呀有2個老闆啊？呀，第一個老闆喺邊度㗎？第一個老闆係千萬，照顧公公婆婆？婆婆，幾多歲啊？婆婆88，好啊，而家喺大埔做嘢，係啊，照顧婆婆、照顧公公，公公，幾多歲公公？ 85歲，同婆婆公公去醫院覆診，你識唔識啊？識，需唔需要同婆婆公公去公園做運動咁樣㗎？需要，要，好啊。要買餸煮飯你識唔識啊？識，叻唔叻啊？叻，好啊，你識講廣東話啊？少少，好啊，你想返印尼放假1個月啊？係唔該，好啊，如果同婆婆 share room 得唔得啊？得，可唔可以照顧婆婆公公啊？可以，好啊，咁有時間唔中，有時放唔到星期日，同你講調去第2日得唔得啊？得，好啊，你想唔想喺香港做嘢啊？想揾多啲錢，揾錢啊？好係啦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